好来，乡亲啊，好消息！在2017年世大运了后，台湾搁要举办国际大型的比赛。这届是台北市甲新北市合作，拍败着法国甲澳洲，将做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主办的城市。目前按算开幕的地点，就伫明年要完工的台北的大巨蛋。 世界壮年运动会2021年伫日本关西举行，网络会使看到世壮会介绍关西影片。每4档举办一摆，2025年主办国是台湾。We are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。台北市甲新北市合作拍败法国巴黎甲澳洲的博斯，变成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主办都市。往年伫各都市办耍，带来观光产值超过新台币100亿。不过，真侪人嘛开始关心讲，要办这个运动会，台湾爱先开偌济钱？尽量避免再盖新的场馆，整体的预算是16亿。 估计经费是16亿，中央体育会负责40%，地方负责60%。目前规划伫台北大巨蛋举办开幕仪式。在21年完工，可以赶上这个赛事，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这项比赛选手是针对30岁以上运动员，代表个人也是运动团体比赛，不是国家的代表队。估计有110个国家，超过1万的选手参加，会吸引4万多人做伙参加比赛。